非常难得，所以推动来共识，建议也好，意见也好，伊看到都参赛嘅同学都有会讲会唱会用有信心感觉特别嘅好。首先呢，咱就咧讲，挑选艺术评分嘅标准，基本嘅标准呢，是内容占30%，行业嘅分析30%，说唱嘅技巧係30%，舞台係10%。中港呢，也係要講要唱要表演。只能係講到流量，講到係鬧客，講到係宣傳，通過呢個內容係要交代。可以講，也係一隻說唱係一隻混合到音樂到戲劇呢個綜合嘅表現。首先呢，喺上嚟講內容嘅方面，內容嘅方面呢，其實這裡講過也係一隻綜合嘅表現。所以呢，呢個器材挺重要，器材挺重要。當然我唱落去看，當到全個地界同學我也表演，想歸納嘅結果，想今日嘅說唱以前有一種主題性，比如講客家藝術，客家藝術係客家當道要講隻主題性，客氣啲嘅。尤其器材還有武漢，同學生活性，我是有視覺性，有機會性，青年同學生活到底環境個環境，尤其帶有做啲氣氛教育功能，所以呢個器材如果有下信息，是會下聲音，是會下視覺。所以也係講器材方面，本也大家將建議。在意境方面，佢哋有很多要各自來嘅唱片也唔會用，因為在做嘅批評性上，唱片要各隻唱片嘅專家朋友。我最希望嘅係偏向在一起嚟多個客家。當然，你參賽嘅同學要經過訓練。所以呢個客家呢，呢啲嘅錯誤是要合手，當然也是要加分嘅效果。除了呢啲嘅方面呢，我哋主要咧講呢個說唱嘅技巧。我相信上台嘅表演，一定係講咗係舞台嘅語言，舞台嘅語言到我哋平常時嘅講法係冇強調嘅。呢情況係要上一個高大，係要表情。要見證，所以呢，要到同學既然上台嘅時間，講一定照一些，就是會點講點講，因為部分就是會這邊像機關重要多個選出來。我想我哋咧講而家這個說唱藝術有張眼就是講，我哋用咩講義不亂，還有張滿意不斷。雖然我哋講到當家嘅時間也冇創意要將邊個都想講出邊嚟講，推下拼寫，我是同學嚟，我是校慶，佢哋談清楚，也是係實惠。不過我下埋嘅時間也冇個場地咁樣，從以前都係咁睇，基本也方面嘅表現睇住係會做嘅少數有多少數嘅下降系列。喺國家時候，舞台上位時間呢個照顧。呢個幫助，還有也係一種團體嘅合作，所以也係大家團體合作你講將法，一種同作一定嘅目標，一定大家係要共同嘅表達。還有呢，係到推下嘅編寫，到觀眾嘅用心嘅交流，我相信也係舞台表演以及當需要挑戰嘅。基本嘅美台方面，還是攞係觀眾學生。又比小學生會緊張的，尤其非常嘅難得，是我哋嘅觀眾嘅同學你嘅口音非常嘅多你叫嚟參加我哋嘅觀眾組嘅說唱藝術嘅表演非常嘅好，不過呢，我
式嘅表演，非常嘅好，非常嘅好。英國推上3分鐘，睇下攝影用喺上邊有到講咯，以前化動作嘅時是做啲先生有化動作嘅知識去指導。咁我係希望明年要海南島嘅中團隊來參加，以上對大家建議，謝謝大家。